月亮在文人的笔下，总是如此的皎洁，尤其在黑夜中，更成为天空中的焦点。诗人李商隐从月的角度出发，生动地描写出月光拂过水面，穿过楼阁，映照在每个人的身上。你我的身影，在这月色中，也跟着朦胧了起来。然而，如此清透的月色，并非完美无瑕。当15满月时，月亮开始有了缺损；当初一时，一弯新月又在天边出现。月亮的盈亏，不就像人生的悲欢离合吗？我们邀请到天籁银社年轻一辈的张家婉老师来为我们吟唱李商隐的《月》。我作者李商隐，过水川流出处明，从人代事万寒清。初生玉缺好抽象，未必万时即有情。过水川流出处明，从人代事万寒清。初生玉缺好抽象，未必万时即有情。